如果我話你知，世界上有一間學校入面讀書嘅學生唔係靠補習去做學霸，而係靠一樣你估都估唔到嘅嘢，你會唔會覺得好出奇呢？喺美國伊利諾州有一間叫納柏維中央高中學校，佢哋做咗一個好大膽實驗。校方要求學生每日朝早7點鐘返到學校，第一件事唔係坐定定上堂，而係要去操場跑圈。學生要跑到氣喘如牛，心跳率要去到最高心跳8-9成。佢哋將呢堂叫做零時體育課。好多人都會諗，咁早就消耗晒啲體力，上堂嗰陣咪會好眼瞓、好疲倦，結果絕對會嚇你一跳。呢班學生唔單止冇喺課堂上面釣魚，反而更加精神，成績突飛猛進。喺1999年，佢哋參加咗一個叫 TEAMS 國際數理能力評測。大家要知道，平時呢類考試都係亞洲學生天下，例如新加坡、台灣同日本咁。但係呢間納柏維高中學生竟然攞到科學世界第一、數學世界第6。佢哋單係一間公立學校，竟然可以贏盡全世界精英。到底點解？答案就係運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健康生活情報，我係邦邦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好重要但係經常俾人忽略嘅真相。運動其實主要為咗個腦，而唔係單純為咗個身體。我哋平時跑步、游水、打波，通常都為咗減肥、練大隻，或者想個心肺功能好啲。當然呢啲都係運動好處，但係有哈佛醫學院教授指出，呢啲其實只係運動副作用，係送俾大家嘅。運動真正功效係要優化大腦結構。今集嘅內容主要嚟自哈佛醫學院嘅教授約翰瑞提所寫嘅《運動改造大腦》一書。咁要講清楚先前講嘅原理，我哋就要講少少生物學。你試下想象大腦好似一個花園咁，神經元就係花草樹木，要啲花草生得靚，除咗要淋水，仲要有肥料。喺我哋個腦入面有一種物質叫腦源性神經滋養因子，英文簡稱 BDNF。專家好幽默咁形容 BDNF 就係大腦神奇肥料。當大家開始運動，特別係帶氧運動時候，身體就會大量分泌呢種 BDNF。佢會做咩呢？佢會令腦細胞生長得更加茂盛，令神經元互相緊密連接。簡單啲講，即係將個腦硬件升級。頭先提到嗰間納柏維高中學生點解咁勁，就係因為佢哋朝早跑完步，成個腦都充滿呢種神奇肥料，處於一個學習最佳狀態。跟住佢哋即刻去上最難嘅讀寫堂或者數學堂，知識就可以好似吸水咁吸入個腦度。點解人類會有咁嘅設定呢？其實諗翻幾萬年前祖先就明，嗰陣時人類要揾食，一定要跑，要追獵物或者要逃避猛獸。我哋個腦進化過程就係要喺身體喐動時候運作得最快，因為嗰陣係生死關頭，一定要夠醒目先至生存到。所以當你坐喺度唔喐，個腦就會以為而家好安全，唔需要用腦，於是就慢慢熄機。相反，當你一喐，個腦就會收到信號，知道要搏殺，要快啲醒神啲。所以如果你覺得個腦好似生咗銹咁，轉數慢，記性差，千萬唔好以為坐喺度死記硬背會有用。真正解決方法可能係着起對跑鞋，落街跑返半個鐘。因為只有透過運動，你先可以激活個腦，令佢重新運作。由今日開始，希望大家改變一個觀念，運動係世界上最好嘅健腦丸，而且係免費嘅。佢嘅副作用只係會令你更加健康。講完點樣變聰明，我哋就要講下現代人另一個好頭痛問題，就係壓力同情緒。今時今日，邊個敢話自己冇壓力？返工要趕 deadline，屋企又有大細事務要煩。好多人覺得壓力大就係個心好慌，或者個腦好亂。其實從生物學角度出發，壓力係一種生理反應。先諗下，當你喺原始森林遇到一隻老虎，身體會有咩反應？心跳會加速，肌肉會充血，準備隨時搏命。呢個就係著名戰鬥或逃跑反應。但我哋而家面對唔係野獸，而係睇唔見賬單、老闆面色或者社交媒體上面種種焦慮。雖然冇生命危險，但我哋身體反應同遇到老虎係一樣。弊就弊喺，當你面對老闆嗰陣，你唔可以打佢一鑊，又唔可以轉身就跑，只可以坐喺度硬食。結果嗰啲原本用嚟應付緊急狀況荷爾蒙，好似皮質醇咁，就會積聚喺身體入面，毒害個腦，令記性變差，甚至殺死腦細胞。咁點算好？運動就係最好解藥。
當你跑步跑到身水身汗、心跳100幾時候，身體就會消耗咗啲緊急狀況、荷爾蒙同皮質醇。但最特別係，當你跑完停低嗰一下，身體會分泌一種物質去安撫大腦，令你壓力全消，仲會有一種輕鬆嘅愉悅感。除咗壓力，另一個都市病就係專注力不足。好多大人做事甩甩漏漏，坐唔定，個腦好似電視機轉台咁停唔到。其實專注力不足係大腦入面傳導物質失調，特別係多巴胺同正腎上腺素唔夠。多巴胺負責獎勵同專注，正腎上腺素就負責警覺性。平時醫生開藥，原理就係提高腦入面呢啲物質濃度。但係大家知唔知道，運動本身就可以即時提高多巴胺同正腎上腺素。曾經有個案，有位患有嚴重專注力不足男仔，原本要食藥先返到學。跟住佢發現，只要朝早做劇烈運動，上堂就可以坐定定聽書。對於佢嚟講，運動就係最佳良藥。不過要留意，如果你想針對專注力，除咗跑步，最好加啲技巧性運動，例如打網球、練武術、跳舞或者做體操。點解呢？因為呢類運動唔單止要體力，仲要用腦去記招式，去預判對手動作。呢種又要喐又要諗過程，會同時激活小腦同前額葉。小腦唔單止管平衡，原來仲係大腦副處理器，可以幫手處理一啲思維工作。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個腦好散，試下唔好淨係跑街，去學下泰拳或者跳隻舞，你會發現專注力會有驚人改善。搞掂咗專注力，我哋就要面對一個更加沉重話題——憂鬱。如果話專注力不足係個腦太多雜訊，咁憂鬱症就係個腦死咗機，完全失去動力。杜克大學做過一個非常震撼研究，佢哋揾咗一班患有重度憂鬱症病人，將佢哋分成3組，第一組淨係食抗抑鬱藥，第二組淨係做運動，第三組就2樣都做。經過4個月，3組人康復率竟然差唔多，即係話單靠運動效果同食藥係一樣咁勁。但係最精彩喺後頭，研究人員再追蹤多6個月，發現淨係做運動嗰一組復發率最低。點解會咁？因為當你食藥，你會覺得係粒藥丸幫咗你，但係當你靠自己流汗去戰勝情緒，你會覺得係自己幫咗自己。呢種自我效能感係藥物俾唔到你。從科學角度去睇，當一個人憂鬱時候，大腦入面神經傳導物質，好似血清素、多巴胺同正腎上腺素都會嚴重不足，成個腦就好似乾旱沙漠咁。神經元互相聯繫唔到，思緒就會困喺一個死胡同入面，轉牛角尖。運動可以即刻提升呢幾種物質水平。首先，腦內啡會幫你止痛同產生欣快感，多巴胺會令你覺得有動力，血清素就可以穩定情緒。運動其實就係一種副作用，最少抗抑鬱藥。對於抑鬱朋友嚟講，最大困難係我都知運動好，但我連落床氣力都冇，點跑呀？呢個係最矛盾地方。其實唔好諗住一開始就要跑馬拉松，哪怕只係落街行10分鐘，只要你肯喐，個腦就會開始分泌少少化學物質，令你感覺好少少。只要有呢少少動力，你就可以做多一步，打破惡性循環。關鍵就係要喐咗先算。所以如果你覺得生活好難過，情緒好低落，或者覺得個腦唔聽使喚，請相信問題唔係你個人有問題，而係你生活方式令個腦生咗銹。解決方法唔係坐喺度轉牛角尖，而係將身體交俾本能，唔好再等所謂動力出現先去運動。動力唔會無端端跌落去，你要做咗先，喐咗先，跑咗第一步，個腦分泌多巴胺，動力自然就會湧現。由今日開始，將運動當成刷牙洗面咁，係每日必須要做任務，唔係為咗瘦，唔係為咗靚，而係為咗你自己腦袋，為咗你可以更聰明、更開心、更有尊嚴咁生活落去。多謝大家收聽今集節目，我係邦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